脱呀！怎么了？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？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，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？嘿嘿。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，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，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？你的担子再重，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？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，你们杨家还有后吗？所以说呀，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。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？啊？嘿嘿，哎，我这个儿媳妇儿啊，进门还没几天，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。哼，好啊，也罢，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御疗，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，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，来，哎，你看看，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，我看你呀，倒让她给改造了。哎，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，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？什么？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男女呀，就是不平等。你们这些男人，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！圣人云：“夫为妻纲。”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，那不乱了套了。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？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，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。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。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，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。要不然，我还得做牛做马，做到死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给你洗，给你洗，行不行啊？啊？哎呀，好。来吧。夫人呐，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，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，我还习以为常啊。今天这么一来，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。谢谢夫人。好了，挺好的。哎，郡主，哎，郡主，娘，君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，是吗？娘，我跟你说一件事情，您可不能跟我恼。什么事啊？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？那我可说了，昨天晚上延昭帮我洗脚了啊！洗脚？不会吧？怎么会吧？你们不信啊？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！哎呦，真的假的？这么久？不可能吧？您不会生气吧？不生气。你公公那会儿啊，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！娘，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就是啊，哪能告诉你们呢？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。哎呀，你们学。娘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那大娘、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，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。娘，早知道这样啊，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。就是啊，娘，
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，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。嘿，这事儿啊，我早就知道，娘可没少叮嘱我，不能和你们说，还跟我说啊，说了长我的嘴。你早知道啊！哎呀，娘，真是啊，真偏心啊！我老虎嘴。好，啊，你也来一个。桂英，你真行，我娘想改变你，嘿，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。这才叫生活呢，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。哦，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，那哪是夫妻关系啊？那改成主仆算了，那多没劲啊！对，就是，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。再看看我爹，一天到晚板着个脸，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8吊钱似的，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。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？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也是痛苦不堪。我也觉得是。桂英，说实话，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。真的？怪可怜的。桂英，你来了天波府，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，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？切，谁要离开你了？你也不能离开我，你得向老天爷保证，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。下辈子也在一起。宗宝，我想我爹了，我想回木克寨，你问问你娘行吗？你想家了？我就想啊，这出征预疗去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，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。别说这样的话，只要有宗宝在，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桂英，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。啊，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们快去快回，好吗？咱明天就回。好。哎，好吃吧？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真好。我和你，你和我，不要再分开。哥哥呀，妹妹呀，美好的祝愿，一辈子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，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预辽。临行前，想回来看看木克寨，看看你们。昔日里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，我走后，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，好好的保卫木克寨，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。放心吧，小姐。好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得求大家伙儿。我爹，他岁数大了，就我这一个闺女，我这一走，也没人照顾他。烦劳各位姐妹们，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儿，解解闷，打扫打扫房子。如果我战死，就请各位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小姐，不会的。小姐，带上我们吧，有我们在，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。小姐，带上我们吧。
看看。哎，你看这好吧？啊，你看这鸽子、鸭子，啊，小鱼儿、花儿，嘿，都给你养着呢。哎，爹，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？你把名字记下来，您给她放个假，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。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愿意随你出征。这都走了，谁照顾您啊？这话说的，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，有谁照顾了啊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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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木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。小姐，带上我们吧，带上我们吧，带上我们吧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干爹有我照顾呢。好样的！小姐，姑爷，来，你们要干嘛呀？啊！木柯寨的山呐，木柯寨的水，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。谢谢，谢谢。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，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。木柯寨的山呐，木柯寨的水，比不上姑爷小姐人最美。木柯寨的山呐，木柯寨的水，比不上姑爷小姐人最美。我和你，你和我穿上了戎装，哥哥呀，妹妹呀，跟着我回来，到那时在一起庆贺胜利。当兵了，当兵了，当兵真好。我和你，你和我穿上了戎装，哥哥呀，妹妹呀，等着我回来，到那时在一起庆贺胜利。圣上下旨，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，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！明早5更起来，早早的梳妆打扮啊！遵命。桂英，你没有上过朝，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，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。这样吧，明天啊，你好好的打扮打扮，给咱们杨家争光。娘，桂英长得俊，就算不打扮，出去也不给您丢人。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？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。桂英，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，这举止一定要得体，这动作呀一定要小，说话也不可以乱说。当然，更主要的，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。刺绣锦绣山河，你2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，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。这圣上啊，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早被处以大刑了。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，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。桂英啊，娘可给你说了，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，这对圣上不跪，那是大不敬，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不错，不错。哎，你穿上肯定特好看。桂英，哎，你快看呐！是挺英武的哈，恐怕穿上不好受吧？那可不行，你要是上朝的话，不舒服也得忍着。钟宝，你娘再三强调，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。我一想这事儿啊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有什么可堵的呀？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。你是不知道，
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？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，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。桂英，我说的你都记住了。哎，娘慢点儿。哎，好。呀，小心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想去方便一下。哟，去。哎，桂英，快点回来！我在大殿门口等你。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。那是，本监军以为，大宋疆土除了公主，就属她漂亮了。听说公主教她礼节，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，最后还成了好朋友。这还不算，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，教来教去，她没有改变，却把郡主改变了。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她洗脚了。好好的啊！多谢娘亲。老太太，好，杨元帅，王大人，杨元帅，您就要启程了。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？此次出征，本帅别的倒不担心。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。庆隆虽无能，但是做事比较尽心。粮草之事，杨元帅尽管放心。好，多谢了。哎，杨元帅，您儿媳呢？哦，桂英马上就到。哎呀，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，而且是文武双全呐。对呀，谁不敢说比西施昭君、貂蝉玉环俊美？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。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。对，那当然。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，武能领兵打仗。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。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！多谢，桂英来了。好。哎，各位好。孙媳叩见奶奶。桂英，快把头上的花摘了。娘，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？桂英，你那满头花花草草，不伦不类的，快摘了。哎，亲娘，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？我那是翡翠玛瑙，你那是什么？破花乱草，快摘了。哎，这任何东西呀，它都是不分贵贱的，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。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，还有香味呢。您闻。哎，宗宝，你闻。你看这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，可这满头鲜花，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？为何不合适啊？哎，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，应该严肃，满头鲜花显得轻佻和悠闲了。照您的意思是说，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？哎，他怎么这么说呢？哎，你说你这话怎么讲？奶奶，您觉得好看吗？我看行。哎，娘。我们圣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穆桂英为何不跪？跪下！穆桂英，哎，快跪下呀！跪天跪地跪爹娘，别让我不跪。好大的胆子！众爱卿平身。谢圣上。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，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。公主这么关心她，是她的福分。她的确多才多艺，聪明过人，我是真心的佩服她。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，
等他下了朝，来这儿坐坐。圣上，贵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，心中恐惧，望圣上恕罪。佘太君啊，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？朕曾多次见过她，她从未拜过。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，并让八仙王提醒过她，让她以后注意礼节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！你们看看她，这是什么打扮？满头插花的，啊？这不是逛庙会的吗？哪像上朝议事啊？是啊，圣上，贵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，这是老身教导不周，望圣上治罪。他不下跪，不是对圣上不敬，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，无拘无束惯了，望圣上海涵呐。贵英，跪下！快给圣上跪下！还不下跪？圣上，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，不跪，按大宋律当斩。启禀圣上，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，根源是他父亲。穆于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，有其父必有其女，应该严惩。本王以为，穆桂英不是不敬，而是不习惯。穆克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，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！圣上，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，而是有意挑衅，就像他父亲穆宇，如不严惩，皇威何在？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，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，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。至于桂英惹怒龙颜，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，望圣上息怒。朕原本满心欢喜的，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。圣上不严惩我孙媳，杨家人以感恩戴德。诸位请起吧。谢圣上。哎，都过去了。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，朕要为你们送行。谢圣上。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，不必了。嘿，朕看不必了，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，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。启禀圣上，末将已招穆桂英为部将，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。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，关键是看他的悟性。他做得好，不会耽误出征。当然了，如果就是学不会，那就不必出征了。凭什么？哎，桂英，别动我！桂英，桂英，桂英，哎呀，他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，门都没有！站住！圣上口谕，不许穆桂英出宫。公主，不好了，公主，穆姑娘出事了！什么？宫里的公公说，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，这是朝廷的规矩。你对皇上不公，这按大宋律当斩呐！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，不是听命于他。我爹只教过我，跪天跪地跪爹娘，别的我不会跪。哎，可他是圣上，圣上是高于天、高于地、高于别人的。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。你们不用说了，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。
桂英，娘知道你脾气拗，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预辽吗？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，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呀？你们该预辽预辽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你这太放肆了！哼，前2次不跪，我已经饶了他了，今天还敢向朕示威？圣上，穆桂英乃一介村姑，她不懂得礼节，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。她不是向你示威，是根本不懂。你不用替她开脱。今天在朝堂之上，她横鼻子竖脸的，你看见了吗？老臣们劝她，她还狡辩。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，早砍了她了。是，圣上亦对她太宽容了，杨家人也感恩戴德，把她羁押在宫中，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，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，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，可谓一举3得。父皇，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，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。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，父皇生她的气不值。父皇，皇儿还听说你把她压在宫中，皇儿觉得还是放了她的好。太便宜她了吧？留她一条命，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。父皇，桂英，公主，各位婶娘，公主，你们先回去吧。穆姑娘在这儿，请你们放心。公主，麻烦您了，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，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，才惹怒了皇上。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。公主，多费心了。您费心了。走吧。宗宝。娘，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？村姑，一点都不明事理。无论如何，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，你作为公公，不该说这样的话。娘，见了皇上都不跪，幸亏皇上忍了，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？不跪是因为他父亲穆宇跟朝廷是对立的，不是吗？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。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，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。是啊。穆姑娘，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，见了君，见了职务比你高、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公主，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？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，没什么可说的呀。那公主就别多说了，我刚才说过了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别的不会跪。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，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，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，知道吗？下次上朝我也不跪。他要多把心思放在预辽之上，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。你，小姐，彩云，你咋来了？看我来了？是啊。去，哭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出不去了，我最多在这儿玩2天。
杨家人就要出征了，你真不着急？急有什么用啊？急能出去？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？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。去禀告老太君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奶奶。台风啊，哎，你即刻到山上，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！哎，奶奶，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？就说我死了。什么？那就这么说。奶奶，排风说不出来。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。奶奶，我去。可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。师傅，您的家人来了。师傅，您的家人来了。哪个？杨排风。不见，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。是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施主，师父远游去了。施主请回。你怎么着？你想打排风啊？没错，你是伯伯，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，你要是打排风啊，小心违了家规。排风，你为何人代销啊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疼，奶奶。娘，娘，娘，娘！五郎，娘，您没死啊？五弟，
你怎么说话呢？他告诉我的。台风，你想干什么？是奶奶收养了你，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，教你习武兵法。没有奶奶，你早就冻死、饿死了。别怪排风，是我让他这么说的。娘，您还好吧？娘不好，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。儿啊，辽军进犯，百姓又遭涂炭，你居然躲在山里头，不闻不问。贫僧皈依佛门，不再参与世俗争斗。哼！但是儿眼不花，耳不聋，林间的风声告诉儿，降龙木已成玉辽的支柱。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，六弟又重披帅袍，并招木羽之女为将。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，五哥，你岂能不管？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。五伯，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你若不出山，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。贫僧出家多年，武功大减，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。儿啊，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？娘，娘，五弟，儿已远离俗界，父母之命，不再唯命是从。五弟，木姑娘，木姑娘，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。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？我想是想呀，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？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。你要想出征不难啊，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。那就免谈了吧。那你不想出征了？嘿，娘，娘，五郎赶来随您出征。我儿就是我儿啊，圣上，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，随杨元帅出征。平身。杨家军赤胆忠心，有天地为证。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。谢圣上。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，行吗？臣遵旨。好，宗保，给你武伯父拿斧来。武伯父，果然配上了降龙木。你好，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，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。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，但有杨将军统军，有天波府人的参与，定能大胜啊！胜利！胜利！